好啦，2001年度叱咤樂壇女歌手金獎嘅 Tissue 會落喺邊一位女歌手嘅手上呢？呢一張 Tissue 若果喺台上面頒嘅話，係因為終於得到啦，喜極而泣，然之後有得用。但係若果喺台下面頒嘅話，先話喺過去嘅日子裏面咧，我相信你已經鍛鍊到一身好武功啦。無論喺台上或者台下，我諗你都唔會再喊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同佢之間嘅嘢，你哋聽唔到啦。但係我諗，即係你鍛鍊咗，即係咁堅強嘅時候，我諗呢一張 Tissue 今晚可能用唔着。但係我好希望，若果你需要嘅話，或者其他女歌手需要嘅話，隨時嚟叱咤攞。Sammy 可唔可以幫我保管住啊？唔該。你有冇時間啊？可唔可以上一上嚟？我都有想同你講。叱咤樂壇女歌手金獎鄭秀文。鄭秀文上榜歌曲《情無獨鍾》、蕭邦寫過的歌《醫生與我》、《熒光粉紅》、《交換溫柔》及冠軍歌3首，獨家試唱《愛是終身美麗》。咦？又話俾張紙巾我嘅？其實今次係我第一次攞呢個獎啦。咁其實頭先喺台下面聽到好多歌手話獎好難攞，好難攞，真係好難攞，因為呢個獎等咗12年啦，終於輪到我啦。咁真係的確好難攞。咁我亦都有反省過點解我攞唔到呢？我知啦，可能我唱歌唔夠好，揀嘅歌唔夠好，做啲唔夠專心。於是乎喺呢1-2年，我揾到幾個我自己好適合我嘅監製去幫我去創作我音樂啦。佢哋包括陳輝陽啦、陳珊妮啦、蔡德才等等啦，你幫我好多，多謝你哋。特別好希望將呢個獎送俾我爸爸，希望我爸爸同我一樣咁堅持，繼續努力，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能同你活着別分手，怎可到世界沒盡頭，寧願任細水再長流，才懷念最歡樂時候。能為你活着別分手，請假設你我沒然後，站在暴雨中漫遊，為何還吝嗇所有？溫柔捐給你，都怕未夠。在這充滿爭拗的天地，熒幕前巴不得跟你再起嚟。如果有運氣，待你好到被嫌棄。為你生怎麼怕死？難道我沒氣力愛惜你？能同你活着別分手，怎可到世界沒盡頭？寧願任細水再長流，才懷念最歡樂時候。能為你活着別分手，請感激你我還能夠站在暴雨中漫遊。為何還吝嗇所有？想溫柔捐給你，都怕未夠。叱咤樂壇女歌手銅獎容祖兒，銀獎陳慧琳，金獎鄭秀文。恭喜晒！據我咧診斷所得啊，會展真係嘅現場觀眾每分鐘平均心跳係105下㗎。咦，我都 check 過喎，最快咧跳得心跳跳得最快嗰個咧，每分鐘咧跳咗成萬下的。叱咤樂壇男歌手銀獎，我好想請你一位朋友出嚟幫我頒呢個獎俾你。呢位朋友呢，就係同安仔共事8年㗎啦，已經係佢嘅左右手，亦都係一位非常出色嘅幕後英雄。佢叫做細佬，我唔知佢喺唔喺度，可唔可以叫埋細佬出嚟？我想佢幫佢即係頒呢個獎俾安仔。安仔，不如你講即係你同佢嘅關係，即係唔係大家唔知？係細佬係喺我唱歌
我諗都由華星開始啦。咁一直同我並肩作戰，喺我失落嘅時候，佢同我講唔好擔心啦，你努力過，人哋知道。喺我覺得嚟之前，今晚我話今晚我盡咗我能力㗎啦，無論第一又好，第二又好，點都好啦。佢都同我講唔緊要啦，你喺我心目中永遠都係第一。恭喜安仔，恭喜！我想講少少嘢，好得。呢個 show 最好睇啦，呢個頒獎典禮最好睇嘅原因係唔係個台好靚，唔係啲獎好靚，而係每個人上台嘅時候嗰份心情係好真係無敵嘅。喺度我再一次多謝正東，多謝 Paco， 特別係 Andy 喺舊年同我講，我攞金獎之後喺入邊佢同我講，你唔好驕傲啊！我好希望3連霸，雖然我今日做唔到，但我想話俾佢聽，我盡咗力㗎。好攰，好攰，唱歌真係有啲攰。喺我心目中嘅英雄，除咗一班幫我嘅朋友，正東、高利寶，估唔到我有用下。喺我心目中嘅英雄咧，除咗一班幫我嘅人，我覺得喺我屋企，我英雄係我阿爸同我阿媽。喺個台上邊，我嘅英雄係你哋揸住安字牌，一直對我喺我攰嘅時候，呢個英雄出現支持我。我諗我以後會更加努力。知道啦，唔講咁多啦。希望得到獎唔得到獎嘅朋友都好啦，繼續努力，共勉之。